哇塞！咱这个第号名最骄傲的挑战有第一个参赛者出来哦，伊就是进前大体的中高博啊，即马大体五间厝的张晓晶啦吼，相信足侪岛南人拢是伊的朋友，而且伊讲无困难呢，伊挑战3届就完成啊吼，伊嘛是讲甲足紧的哦。我现在要用台语念出斗南的地名，虽然我的台语不是很标准，那我愿意学习，欢迎纠正哦。九姑 K 下庄南前厝莲峰车堡包厝，南四厝阿丹轮啊了石头夹，德高厝德美德头夹，大雄将军轮高文出夹，乌海油红海油下油，南杜下五间厝二林高埔啊菜龟寮，新厝寮北西啊新增后庄参头可林开，林迪提布寮，小当大当边换新厝西片，新轮港地高新西天边寮。停，咱小甲动听一下吼，咱莫互你听了，毋莫互你知影伊到底讲几秒吼，但互大家吼嘛有在挑战的这种决心吼，莫互大家吼失去了志气，安尼其实嘛讲足紧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嘛一定会做会来哦吼。透过这个活动吼，咱大家我都出去吼，会当安尼学地学名，可以当学台语，可以当入捌咱社区，这是毋是真好的代志呢？欢迎大家继续来挑战台语老师的等你哦。后上紧讲出阮岛南地号名的人吼，阮就免费送伊一包水饺哦，运费阮出。很主席有4包水饺，咱岛南镇吼有一个名额，咱岛南镇有一个保奖缴额吼。啊，要上厝的水饺吼，咱限制是720公克吼，是细包的差不多30粒，28到32粒的水饺吼，欢迎大家来挑战，无限体验提出嚟学台语来送水饺哦。